下面是讲的那个，下面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就有4个课盘当中啊，光所里面的4个课盘当中现在是讲的，第2个就是佛所诸法自性，为空性之理啊。就是佛所诸法自性为空性之理呢，就是分散啊，就是分散。第一呢，就是诸法这个无有自性；第二是若有自性不可得涅槃；第三呢，如此之所无有合理之反驳啊，就是无有合理之反驳。那么就是其中就是第一个就是诸法无有自性啊，就是诸法无有自性。故所除非以缘生，毫厘之法也非有；除非自性本为空，毫厘之法也非有。那么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这个，因为通过以上的这个分析呢，就是沃腾大师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已经这个说了已经这么说的呢，就是除了就是这个不以这个因缘的法，就是不依靠因缘的法呢，在整个这个大千世界当中就是毫厘的是找不到的不要说是我们这个凡夫人呢就是即使这个佛陀的这个今所有之和如所有之来寻找的时候呢，一切这个万法呢，就全部都是这个依靠因缘而产生的。我们能不能找得到？找不到就是在汉地也好，藏地也好，印度也好，有些人说我去过印度我去过印度，印度有什么？有些人说我去过埃及我又去过澳洲但你去到哪里的话呢？所有的这些法呢，就是这个器世界和有情世界的法呢，全部都是这个因缘而生的就是因缘而生的。然后呢，就除了就是非自性为空的就也就是说是自性是全部是这个空性的除了自性空性的法以外呢，就是这个自性不空的法呢，就是毫厘也是找不到的。也就是说这个一切万法的话呢，凡是因缘生的法，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都是什么就是都是这个空性的就是都是空性的。所谓的这个空性呢，并不是说是现在是存在的，过一段时间它死了以后才空了，就是不是这样的。现在很多有些那个知识分子这个学金刚经呢，学空性的时候呢，就经常讲佛教4大皆空佛教4大皆空我遇到一个领导，就是那个领导是比较笨的，就是然后，但是他还是有一点这个傲慢性，就是就给我们就是学过好多年中观的人面前的时候开始讲那个空性，就是但是他空性就是讲错了，就是说我们这个佛教认为是4大皆空，意思就是现在的这个地水火风的身体以后死了会就然后烧完了就空性。他的4大皆空是这样的。我说对，就是感谢你你还是给我讲巧解释，我当你意识所以这种法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一切法，我们这个是很关键的大家一定要就是如果连这个都不懂的话呢，我想我们很多人真的这个皈依佛门，就佛的最关键的、最精华的、最深深的这个法呢就没有通达。所以平时呢，在生活当中也好，在修行当中呢，我希望呢，就是大家应该再三的去这个思维就再三的去这个分析自己想就一切法是因缘而产生的佛陀说是因缘而产生的法呢，是绝对是空性的。这种空性呢，并不是我们眼睛看不见那样的，是大空性，就是逆息论的这种空性，就像中论里面所讲到的。那为什么是这样讲的？这个是在所有的世界学说当中唯一的释迦牟尼佛的最高、最妙、最无上的这个说就这是为什么？就是你应该就是思考在这样思考的时候，最终呢知道是真的佛的这个这种这个金刚语其实是涵盖就是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学问，而实践的这些学问呢，就是全部都是可以包括在这个其中最终呢，你自己也是从内心深处就是这个深深的认识到什么呢？就是佛陀的这个智慧的伟大就是应该说是就是他的这个了不起，因为一切都是因缘生和一切都是空性，这2个之间呢有这个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
啊。我们一般凡夫人的话呢，刚开始的时候，因缘生是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是这个一切万法呢，就是是因缘生的。但是这个因缘生呢，是空性的这么一个深妙的这种缘起呢，就是中间都是没有动啊。所以呢，一次一切法皆是自性空，好像那个七十空性论里面讲的吧啊，就一次一切法什么皆是自性空啊，故佛所诸法皆从因缘生啊，就故佛所诸法啊皆从因缘生，就是所以以这种这个前面已经用了很多的推理啊，就是以这种推理来了知呢，就是一切法都是自性是空性的。因为它是从那个自性空性就是翻过来的就是我们用很多这个中观的推理来进行先这个观察是深义的这个空性，然后呢就是翻过来佛陀就是说是诸法是这个因缘生，所以我们因缘名言当中就是所产生的因缘生和深义当中的这个空性呢，这叫做是缘起空性啊，就有些解释里面说是这个缘起法和空性法和中观法，就是门峰仁波切的中论的这个注释里面呢，以前我们学过吧，就是这三个的是不同的名称而已啊，就不同。我们无垢光尊者大圆满心性修行里面呢，讲这个显现和空性讲的时候，用水月来做比喻。什么水月来比喻呢？水月，这个天空当中的这个月亮呢，就是在这个水池里面显现。当水池里面显现的时候呢，这个月亮的这个明粉呢，就是可以叫这个世俗谛啊，就是这个叫世俗谛。然后这个月亮这个水月当中呢，根本不可能就是有这个月亮的一点一滴，就是这个空性呢，就是叫做这个深义谛啊，就这个叫做这个深义谛。那么谁用自己的智慧来能见到就是这样的这个现和空无别啊，现和空双运的话呢，这叫做是这个真悟这个缘起空性啊。就从心性学习的大乘书里面看呢，我们在座的人也是缘起空性，就只是从这个理解上，或者说是从道理上、理论上见到缘起空性是不是很困难的？你用水月来可以比喻水月比喻虽然现象，但是它的本体是空性的，它的本体是空性的。那么这个空和现呢，就是其实是顶级宝等论里面说是这个现和空呢，是一个本体不同梵体，梵体上面说这个水月的显现部分也有，然后这个天月的空性部分也有，但实际上呢，这两个都是一个本体。那同样的道理，我们肉眼所看见的这个柱子也好，差别也好，那么这个虽然我看见，但是实际上呢，我看得到摸得到呢，它的本体呢是没有的。为什么它的本体没有呢？用我的这个智慧来观察的时候，因为它的本体是不成立过啊。从深义当中来观察的话呢，儒中人里面说的一样的，就是即跟侍女的儿子就是无有自性一样的，就是所作所为什么所见所闻的这些法呢，就全部都是这个无有自性的啊。就既然是无有自性的话呢，那就是这种幻化相啊，就这就是如幻如梦相。为什么我们口头上经常说是如梦幻如泡影，如梦幻泡影的谁都会说，但是谁都没有去想，就是它的到底是不是如梦幻泡影呢？就是自己的是没有这个想过，就是有些人是应用了多少次，但是从来都是没有想过。那这样的话呢，缘起空性的真理其实是我们就是没有就是通达啊，就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在世界上呢，就是不是空性的法是找不到的，不是缘起的法是找不到的。如果能找的话呢，你可以这个指出来啊，你就说，哎，这里有一个东西啊，我今天找的是它是不空的哦，它不是缘起生的啊，来，然后全世界的人来可以就是拍照啊，就是可以就是把它就是放在网上，就是然后说我们的任何一个道友啊，他很聪明啊，他21世纪当中最聪明最了不起的一个发明家，他已经找到了这个非缘起法、非空性法啊，一个小小的一个玻璃水晶就是找到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拍上照片，就是放在这个网上。过一段时间呢，就是你会得到了这个诺贝尔奖啊，就是诺贝尔的发明奖。会不会就是可能找不到吧？